你只有12个小时。第二，要完全听从我的指挥，不能做出任何改变。第三，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。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都念叨多少遍了。我负责进入照片，你负责给我带路。准备，出发。我一大老爷们儿，害不害臊？哎，去，快点，往那边背点。有手有脚自己拿去，我还差一锅汤没熬完呢。我想你吗？你不会真做了什么傻事吧？醒了呀？我梦到了吃春卷和爸妈，还惦记呢？惦记他们的不光是我吧？当你成为他，同样也会继承一些他的情感和记忆。昨日，雀德游戏因财报数据作假而遭停牌，涉案人朱某和胡某已被警方批捕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还好罪有应得，大快人心。你说，如果我真做了什么，一切都会因此而改变吗？我还真想知道，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我说过，不问将来。哎，不问不问，开个玩笑。那么认真干嘛？里面喂，出来听课了。哎，恭迎包租婆驾到。照片不少，线索难找。机会不多，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。但你说说，那么多年的合伙人，怎么就割袍断义了呢？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？办事就好，来龙去脉，不用你操心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俩万一哪一天一言不合，是不是也会分崩离析啊？如果你胆敢背着我搞些阴谋诡计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就打花你这张小白脸！看我庐山升龙霸！你出拳，我出步，你输了。哎，原来你比我还幼稚。准备，出发。就这些了吗？全然无误。这些清单上出现的东西，都是市场上能买到的。唉，可恶啊，还是毫无进展。怎么又是面？我要吐了。口味不同，再试试。在上一张照片里连吃10几碗，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吃面了。大功告成了。你别说，之前都吃怕了，但真吃不到了，还有点想念那碗面的味道。哎呀，可惜某人没尝过，无法感同身受啊！滚！哎，这里怎么还漏了一张？嘿，这张不就是林真的手机屏保吗？这应该是在大学宿舍里照的吧？等会儿乔林那丫头来了，让她赶紧还回去。你有病吧？一惊一乍的。面，哎，能不能让我去吃最后一碗？不行，
怎么能为了这种幼稚的理由随意进入委托人的照片？哎呀，也就最后一次了，好不好嘛？嗯，不行，你，哟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说走就走啊？哎呦，把孩子一个人丢下也太不负责了。就是啊，这孩子未来可怎么办呀？要不我们轮流带，怎么样？这开玩笑，这出了事儿谁负责呀？那送孤儿院？呸！人家爸妈又没死，我看呀，还是先我不要检查吧。他们只是出远门了，他们会回来的。所以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不要你们来关心我。哎，走，你们走。你这孩子，好心都当驴肝肺了。哎呦，真是的，谁还乐意管这种事？你也认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不会回来了吗？哦，不，他们会回来的，我陪你一起等。谢谢你，乔丽。别谢我，要谢先谢我爸，他说借你10年房租，等你长大以后重新开店，再把钱还上。哇，那我以后岂不是要叫你包租婆啦？我曾经一度担心程小时他还能不能交到真正关心他的朋友。新来的，别愣在那儿了，2打2缺个人，来不来？打得不赖嘛，新来的，以后我俩就是拍档了。随便玩玩，何必当真？他可不是。每当我把球传给你的时候，都代表了我对你的一份信任。这一辈子能和值得信任的伙伴在一起，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。这么巧？哎，陆光，嘿，这精神小伙是谁啊？程小时，你朋友？正好路过而已。有空的话，过来帮忙搭把手呗。陆光，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我的内心里不得不承认，最初是我把这些任务想得太过简单。没问题，就按着你的指示来呗。你说往左我就往左，你说往右我就往右，不带半分杂念。怎么样？这要是我俩配合默契，可是笔大买卖哦，还清债务指日可待。对不起，这段时间就先暂停营业吧。如果有老照片需要洗印的，你拿来我们可以免费帮忙，也算做件好事。但回到过去这种事，你就别白日做梦了。过去的事既然已经发生，神仙来了也改变不了。我还是劝您顾好现在的生活，向前看吧。等下快递来了，帮我记下，地址写在包裹上了。给。请你喝奶茶，怎么也不说谢谢啊？啊，谢谢。看什么呢？哦，走失儿童的新闻。没什么，随便看看，随便看。这不正好碰上，就好奇想去网上了解了解。还好，原来你仍是从前那个程小时。但为什么刚才会对那个父亲讲出那么冷酷无情的话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就算是报答你冒雨给我买奶茶的心意。但是买奶茶的人不是我。谢谢了。糟了，忘了留下亮哥的联系方式。视频重要，不要传给程小时。乔林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相信我？我这么守口如瓶的一个人。给我。豆豆所在的位置
正好是监控录像的死角，所以没法看到具体情况。话说，用你的预知能力从监控影像里看到的，会是怎样的情景？12小时内，方圆1公里内所有监控画面，我都能尽收眼底。但是监控的死角，也会成为我的视线盲区。那你有没有看到豆豆被谁牵走了？那个牵走豆豆的人，应该早就排查过了这一带，完美利用监控死角，没有留下一点可调查的影像。所以，还是需要你走一趟。之前进入照片，我都会成为拍照的那个人。那这次难道我会变成一台监控器？弱智，瞎想什么呢？跟着我的指示行动就行了。一杯奶盖红茶，加冰，要半糖。先等待啊，不要糖。打包是吧？稍等啊。我要一个经典鸳鸯。啊？你要喝点什么？我怎么自己进入了照片？这里是3年前。你仍然只有12小时的时间，在此期间，你一定要低调做人，就像从没出现过。欢迎再来。我要一个那个经典特别大杯少冰炒茶。我来一个柠檬养的多。哦，既然早就知道，你就不能提前告诉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并没什么存在感。你这抱歉怎么听着就那么别扭呢？周围暂时还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员。陆光，如果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给已故之人带话吗？我知道，这些话并不能改变他们死亡的命运，但他们能抚慰生者记忆里的伤痛。出现了！他们去哪儿了？右边第2个箱子。看看，也不知道现在排队的人多不多。走。等等，别过去！邵小石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程小石，你不是和陆光出国了吗？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哎，你跑什么？怎么会突然撞上乔玲？太大意了！嘿，我就不信了。给他打个电话试试。这个老巷子里很多监控年久失修，加上拍摄死角，我能覆盖的视野也很有限。糟糕，把豆豆跟丢了。我这里也找不到他们。看样子，已经走出了我能监控的范围。不介意的话，我还想继续出份力。好啊，当然欢迎了。竟然差点把你给忽略了。看吧，我就说你的存在感很低。闭嘴，你个老阴阳师！对了，亮哥，你那儿还有没有案发当时其他的照片资料？这张谁拍的？这张啊，是豆豆拍的。他以前经常拿着我的手机瞎拍些东西，我都给存起来了，没舍得删。说起来，这张倒是在案发当天。
周围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员。案发当天拍的。陆官，你瞅瞅，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？有戏。豆豆，豆豆，太好了，家人团聚，顺利完成任务。恭迎包租婆家的老板李健。哎，徐珊珊，你不去考博，怎么跑这儿来遛弯了？哼，我特地来关心关心社会盲流的再就业情况啊。哎呦，原来是体察民情来了，也难怪，书读多了是容易和社会脱节啊，理解理解。没办法呀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出了校园还得靠着别人过日子。你说清楚啊，谁靠谁过日子了？怎么，房子是乔妹供给你的，生意是陆光打理的，你不就是个吃干饭的吗？我们是合作，没看明白本质之前，别给人扣帽子。看问题只停留在表面，你这情商也太低了吧！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我们对甲方要无微不至，细心关怀。这哪来什么甲方啊？难道？哼，不是乔妹拉我来试试，姐姐我还不乐意呢。懂了，这个忙我们可以帮。什么？这就答应了？哎，等等等，你刚说帮忙，这摆明是种买卖，怎么可以说白干就白干？至少也要意思一下吧。陈小石，我的二狗仔！帅吧？你愿意抵扣灯也可以啊。别打脸！你说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求人办事还合着伙把人打一顿。明明是同校男生求爱不成，动了歪脑筋，怎么就被蹭热点说成了破获都市奇案呀？这帮无良小媒体还有没有点底线？程小石啊，程小石，他人不见了。我们的能力互补，你能存在于照片的时空，但前提条件是击掌。哟，就没别的方式吗？可惜，只能如此。那如果我自己合掌进入照片的话，那就会跟我失联。这样，照片中将会发生什么，你将一无所知。啊！我怎么自己进入了照片？你仍然只能存在12个小时的时间。在此期间，你一定要低调做人，就像从没出现过。只是观察凶犯的行踪，找寻线索，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不做出破格的举动，就能全身而退。陆光，还真就联系不上了。可恶，去哪儿了？看来这片都是监控死角，只要在这等他回来，然后……哎，手机！我受陆光之托，为了不让你被流言蜚语弄得更焦虑，手机我就先代为保管了。哎呀，偏偏这个关键时候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还要麻烦您送我。嗨，这不是顺路吗？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打车都打不到。走吧，别让二老等着急了。
钱是什么？行，刚有我一回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是他？陆公，难道陆公他？这些都是什么照片？大致情况我都看过了，抱歉，这次我们无能为力。他已经知道安娜是受害者之一，所以不愿意让我去涉及这个案件。大半夜的，谁呀？不用。是因为，是因为我。闺女，到家了吧？听你爹说呀，因为刚才打电话让你挨领导批评了，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不会真做了什么傻事吧？是因为做了一件傻事。为什么我的善意换回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？要完全听从我的指挥，不能做出任何改变。傻瓜，我都说了，无论过去，因为我们不能改变过去。不问将来，因为将来一定会因我们而改变。陆公，能不能告诉我，现在我该怎么做？门一直是锁着的，他怎么就突然不见了？去哪儿了？他去了。他怎么突然凭空就冒出来了？乔林，陆光，你怎么让乔林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为什么一个人行动？你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吗？你干过什么？你会改变什么？是你自己都没办法掌控和驾驭的。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了，所以我什么都没做。什么？那你在照片里？是 M 和凶犯一起上车，然后被害的。是 M 啊，是雀德游戏那桩委托里的那个财务总监助理。是的。怎么样，有线索了吗？昨天凌晨1点半左右，有个戴面具的人闯入徐珊珊家，并且袭击了她。赶紧进照片，我倒要看看。等等，你准备好面对最坏的结果了吗？就算我们能重新经历照片里的那段时光，但过去的事也已成定局。在徐珊珊遇袭的瞬间，连接就断了，所以她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程小时就必须再一次亲身经历遇害的过程，并且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。给他点时间静一静吧。
怎么样？已经决定好了吗？准备出发。是不是很意外？为什么会早有准备？我已经把他锁里面了。那么，游戏结束。原来真的是你，那天的木先生。你这个把滥杀无辜当乐趣的人渣！滥杀无辜。我才不会做那么没有价值的事呢。一点儿都不痛。不见了。我为什么要忏悔？我做错了什么？这里的一张张照片背后，都是被你毁掉的一段段人生。受害者们又做错了什么？原来如此，是通过拍摄我。剥夺一个人的生命，就是摧毁更多人的幸福。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们因为你，而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！我在意的是你。那些人过得好不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果然是你！你错了。想杀他们的并不是我，我只是代为行动而已。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些人的确都是我杀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憎恨、妒忌，又或是愤怒。随便吧，反正都不是我的本意。而且，在这世上也没人能把我抓住。那我又有什么好顾忌的呢？是吗？他都招了，抓人！快点！三队，刘斌，快！果然是你，干得不错，让我更欣赏你了。是的，那边注意拍摄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几个守好这里，加强警戒。我们会再见面的，到时候可别再耍赖喽。陈警官，有件事想麻烦你帮个忙。我还是很在意艾玛那个案件，可以的话，能不能……这是吴丽华生前的监控照片，切记不要给第二个人传阅。陆光，让我进照片去查明真相吧。真相不一定能给你最好的答案。这次也让我亲眼见识一下。戴安玛的命运是因我而改变的，所以明知不行，我也想再试一次。我相信，每段人生都会有努力活着的理由。即使会有身处黑暗的时候。但也终会遇见那些